喺珠海路文文出頭就可以買到2500尺嘅空中樓喎。身邊朋友一定會問你點解咁升價？今日睇華發珠海灣2583尺樓王單位，一出 lift 就到150尺，寬空間可以擺放梳化、鞋櫃。入門左右兩邊係睡房，睇左客飯廳先。中島台飯廳連歡迎大廚房，完全係霸道咁去講。煎完 steak 即刻同老婆飲翻兩杯。呢個客廳空間感真係親身感受，足8尺，3面落地窗，招呼賓客開 party 真係一流。塞個 LEGO 區或者放水滑都得，露台成600人，燒烤、瑜伽、太極同時都用得。全屋5房5次設計，左右分區，幾代人互不打攪。主人房係6星級4號房門，入門係女士專用梳妝台，擺放天差小台，天然好扶手，全智能洗手間，步入就會動燈。華發珠海灣樓單位係全雙嘅，喺香港超級豪宅至會有嘅配套。華發啲會所出名專優質，每人都係配套，仲有垂直電纜，天上人人都唔知道價格。注意，華發珠海灣係千年樓花，大精裝修，今年買，今年就成交。呢套樓單位都係600幾萬起售，香港人做80套樓，首期唔使100萬就加唔到5800尺嘅價。DM 或者留言83即刻 share 最新價單、戶型手冊等資料俾你。上珠海睇樓仲有免費專車接送。